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来读这个台湾漫游录，台湾漫游录嘛算优秀厉害，毕竟有会肯定，所以咱来甲读看卖啊。当然，伊是头一个中文作品得到头一个台湾的中文作品有得到这种荣耀，所以全世界其他所在嘛拢有。至少伊讲24个以上的国家的版权会使伫遐出嘛。当然有人讲未来反世，未来10年以内，这本册、这本小说会伫咧世界各国共款继续有人读，甚至遐会读到的人，敢会怎想要来台湾、加拿大佚佗咧？是真有可能的代志。好，我来讲这个台湾的小说会使行到这个地步，嘛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安尼。好啦，这个台湾漫游录有一个核心，应该是伫咧讲一句话：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和其他所在有所相差安尼。好，继续读落去，这个第9出是豆面，这个我嘛毋知影，因毕竟离开遐尼久啊啦吼。咱来读落去，大概要甲这个第9出菜来甲读完安尼。第这个啥 ？YouTube 顶面你当然在找到真侪资料啦，嘛有不遐侪人伫咧讨论分享安尼。总是若准讲以声音来讲，我想讲分享一寡，我感觉会使，互了毋知的人小知捌一下，甚至伫咧。因为这个小说伊敢若已经有要拍做戏出啦，听咧讲是用电视剧的方式来呈现的款，我无真确定。总是至少有一个会使肯定的，就是伫咧戏出当中，伊该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毋是亲像电子是这个小说相款。真正是，至少我个人认为，台湾人的悲哀就是讲。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故事，煞古不离种爱用中文来书写，这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无法度啦，无打话啦。毋过每一个人伫伊的位置来奋斗拍拼，这拢是会使咱来甲肯定的。所以伫咧我甲读念做台语的时阵。有当初拄到一寡伊写字词，实在是毋知要安怎甲讲做台语的时，我就只好去找台语。网络顶悬有不了侪即种台语文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字词典，通好互咱来参考安尼。所以我想要分享我伫咧迄个啥，进前收集的，可要讲教典，可要讲找台语。爱台语才会线顶资源安尼，所以歹势可能我的迄个资料拢库拢不侪无一个听好简单查询我敢若是用背。好来，这个教典，还有教典嘛附料，然后有找台语斗拍字，我若平常拍字的时候，我就来遐用。我来对照数起来，红常课，安尼继续来甲读落去啦哈。这个第9出菜，豆面应该是第9出的鸭尾，伊就每一种拢有一出菜的名啦。我和阿青的骹步也，古不种一定爱向前行，因这个不得不，我伫沙无一个死心定讲。台语到底会使安怎讲啊？当然，甚至听我讲迄个啥 ，cannot help， 就是有当阵到底，当然台文翻译是毋是无打我啊？可能会使吧，我无真确定。所以我想要看下，不得不到底台语会使有安怎讲法？不得不真正。Follow topics first. Alternative, whether one wish or not. 买也买得对啦，互你
互你袂迄种诶不得不行，所以是不得不行，是对不得不行来哦，不得不。局不局，台湾说呢就是这个局不局。张龙教授有收诶，收一个即个。无到啊，高不二中，高不中，真正是高不中，高不二中，无法度。较苦嘛，着安怎？即个较苦嘛，着安怎？加迄种，吼，因为着讲，我含阿青的脚步，较苦嘛，较苦嘛，着继续向前啦。透中昼，阮早一次到大理林家去做桃花园，同款是少年老阿婆含少女接续咧引带路，啊，分师伫咧前方所在，终点当然终点。台语我那嘛会使安尼讲，啊，毋过敢是会使有其他诶讲法。终点，终点，尾站票还是啥 ？Terminus, terminal, last stop, terminal point, the end。终点真尾，真尾终点。因为当初我是要放一个背景声音嘛呢，总是背景声音无法度一直无变安尼。落尾所在，所以可能终点落尾前方所在，尾点尾站，可能尾站会使吧？我敢若无可能，因为空气在人吉个啊！你要讲安怎讲迄个物件啊？反正就是因带伊沿路行到上尾，因为迄个阿本师是伫咧服务因林家内底迄个老太太啊，含阿本师共款伫咧上尾站的，还佫天井正中一块大木内顶的八仙道，啊，佫天井。啊，佫拄则迄个树，真正是真厉害，敢若真文啊，真高级安尼。亲井，天井，像我安尼讲，天井，亲井道，亲井埕，天河井。因即马一寡无拆掉的旧厝，应该是范西啊，佫有，可要讲迪化街遐有一寡所在佫有，啊，鹿港有一寡，迄个啥中山路啊啥，足久以前300-400年前，佫是讲园仔的时阵，因迄厝还佫有，啊，毋过即摆已经离海华所遐尔远啊，大概厝就一个用拆掉。台南遐就无确定啊，总是豆豆店我知影有，迄个叫做啥？迪化街甲迄条做啥物路啊？我记得就是伫咧迄个下海新丰庙迄区位啊，200公尺范围内吧，就是以下海新丰庙做中心点的200公尺范围内，应该有至少2-3个所在。我所知的2-3个所在，甚至有诶因若毋是做生理的店家，大概也无对外，我当然无材料行较到。啊，其他有咧做店面的，也是原地主人甲细人迄种的，甚至伊家己伫开店做生意的，常在就开放。第一个直管迄顶悬嘛，敢若有一间，敢若是有咧卖茶，迄个过义里边仔遐，我袂记得，反正就是迄所在有一寡有天井迄个店家安尼，所以天井天
天汤清蒸啊，清蒸店。所以一般来讲，这拢是讲有一个店伫遐啦。迄个店伊就是差不多，可比讲我捌去迄个林五院啊，什么会？因即马是说互人伫咧泡茶啥，啊因本正几个兄弟啊伫遐至少2间连做伙，啊连做伙有一间进嚟做生意的，伊饲甲好势，去到内底店了后，就有一个清蒸店伫遐，啊因较早讲啥物，会使互马仔走入去，行入去，牵马行入去就对了。啊当然即马无啊啦，即马无种物件，所以。佫有一个罗店哦，这罗店是什么会？因这个呢，真精彩的物件。入雷电、雷屁、雷电，这是什么会？我唔知。是种金属的物件，电王敢有收这个物件？雷屁是什么会？一个雷屁，所以有可能是用迄刻的雕花种吧，是砖头刻伫遐物件的款。檀木雷电八仙岛，还是可能要看Google顶悬有无？知捌一个啊，这是啥物物件？一个弹木。弹木，对啊，我想差不多。国家文化记忆库内底有一张即种刀啊，4骹的哦，所以清蒸店正中有一张弹木内连八仙岛，我记得是属于八仙岛的就对啊。这个做一下参考一下，然后就来记录一下。谁做安尼啦？谁做安尼？会使参考一下。你若伫 YouTube 有看到，谁做安尼哦？我的网络是毋是慢去啊？国家文化记忆库。好，再来小耍给大家。八仙岛顶悬
有插帆布鸡啊，通惹炸南国透中头的日头光，以及东尾冷风高高的咸香味。第即个四周围吼，应该叫做桃花园安尼。源头就是迄间小屋，开倒了后，料理会一出一出按迄间小屋送上桌。一桌是10人份，煞干若我和阿千2个人做伙食。前提是虽讲跋输的是菜尾饭，但是若食袂落，我着半中途要送客，袂使甲我怨叹。啊，本师笑笑啊用日语伫咧讲，阿千嘛共款笑起来，共款的笑面，伊迄款的笑面，含伊身后遐那水墙的炮火共款兄目。若是半中途食袂落，咱着留落来甲阿本师洗碗。若是阮吼，伊这是咧甲阿本师讲，还是迄个啥？阿千咧甲迄个啥青山做伙，所以才应该是阮，毋是咱。若阮讲半中途食袂落，阮着留落来甲阿本师洗碗。阿本师笑甲真大声，吼，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当然，这伊到底是欢喜也是安怎毋知影。因为当初啊，笑是笑，毋过迄背后的感情是不哩啊济啊，哈哈大笑，笑哈哈，哈哈大笑。哈哈大笑，用哈哈大笑，笑较哈哈叫，笑甲哈哈叫，笑甲哈哈叫，哈哈笑，完全笑甲真欢喜，好啦，真够真欢喜好啦。着滑头大步行入去厝里，尾啊虽有少女的左间捧出梅仔汤含开皮的李咸，开话啦吼，开皮李咸。当然酸梅汤我会记是毋仔汤啦，当然敢有其他讲法？什么阿嬷酸梅汤对吧？什么款？梅仔茶，梅仔茶，酸梅汤，梅仔茶酸梅汤，所以用梅仔茶甲冬瓜茶相款，所以梅啊是毋仔茶，所以用茶来讲，毋仔茶，毋仔茶。毋仔茶，开倒咯。梅仔茶热润仔烧拄好啉，因为冬天时啊嘛吼。果子李仔咸，有各种滋味，各种甜的滋味。了后头一出是冷盘，而且前菜啦，毋过当然前菜一般请人客拢是冷盘较大鲜啦。啊，冷盘大鲜当然尾后壁有讲，头一出是头盘，吼，伊讲做头盘，还是中原教授的即个咧。头出头盘，头出是头盘啊，前菜。
开鼻的物件，青嘴的物件，开鼻青嘴。我就讲开鼻青嘴，所以一开始就毋茶含李咸是开鼻的，然后头出是5个小菜冷盘、烟肠、乌鱼子、2仁鸡肉卷，牵天鸡肉丝，含药膳口味的低心切片，药膳口味低心牵天我会记得是迄个啥 Q 牛票，因中文是讲蒟蒻是按迄个日本来嘛，我记得是 Q 牛吧，还是粉汁石花哦，石花冻，所以鸡肉丝石花冻，系哦，是啥物花？牵天，所以石花。我含阿千3-2个手，就甲冷盘食完啊。孝女的组感目色真赖，用掌握甲拄啊好的节奏，芳第二出菜。第二出菜是全鸡，规只拢是鸡就对。孝女用菜猪含汤勺，迄应该是较大支的嘛吼。汤勺，汤勺迄个物件，我怎形容袂记安怎讲？有人讲条筋啊，有人讲汤匙啊较细支，后卡啦，吼后卡啦，还是后舌啦，后舌。后卡啦，后舌，这是较大支的。汤匙啊是人咧食的，迄较细支，拄好入喙嘛。啊，你若要较大项物件，就爱用后卡啦，还是后舌啦，后舌。所以舌就变舌，后舌。就讲汤匙也是较细支的，条筋可能较大支一撮，后舌啊就搁较大支啊。后舌即两三是1、2、3撮，应该是对，所以舌变舌，所以舌啊。孝女就用菜猪是较大声迄种的啦，那有啥物讲法？就是咧，可不讲，就无法伊讲啥物公筷母匙迄种的。啊，当然，三面也是三，迄就是较大支的就对了。孝女用菜猪含后舌啊，伫咧甲溜软的鸡肉分解开。原来骨架就早已经，原来骨拢已经摕掉去啊，内底是切丝的木耳、笋丝、金含猪肉，然后嚼含汤汁，变做厚的鸡肉羹汤吼，真厚就对了。浓稠醇厚这样，袂输那鸡就对了。浓稠醇厚。有即种写做的词，字词典可能随收啊，对吧？2019年才出的之类。
然后第三出是鱼，所以清蒸。清蒸，清蒸是那种炊，比较就是炊啊。清丁，有个清丁。第三出是全鱼，规尾鱼落清丁，新鲜的鱼外层包一层猪的油卵，这应该是网西油吧？网状脂肪，我会记得是网西油啊，只是毋知是因为伊毋知迄个做网状，毋知迄个网西啊是啥物货。然后直接简单讲叫做网状脂肪，我会记得是网西啦。好啦，我针对网西，北来煎一碗鸭，互鱼身把甜澎开，讲爱足幼路，搁足复杂。第四出是十尾大尾虾啊，排甲规大盘。虾啊用ปู啊、白竹笋、香菇、红菜头，展现真厉害的手艺，酱料也真趣味，是本岛真罕咧看到的托马豆所熬煮成成的。食落到底是有清新的气味，拄则感觉那会连三出拢是安尼汤汤水水。第四出是虾，第五出送上岛的是糋螺，五个撇仔有糋的物件炖做那山，真足甲看是排骨酥、八宝丸，迄是啥物货？我嘛毋知影。八宝丸有啥物件？五个撇仔有糋的物件炖到那山咧，真足甲看是排骨酥、八宝丸、虾做猪肝卷、鸡肉卷、鸡皮卷吼，口感逐项拢无相款。我含阿千按第一项食到第二项，翻头搁食第二轮、第三轮。不了久以前，阿千含我头一摆做伙食饭的时阵，嘛共款安尼轮咧食5种丸仔。我看阿千，拄好寻着阿千看我的，反正阮的头壳内浮现共款的记忆。迄个时阵，阮去鹿港，伫咧古城街路，阿千伫甲我讲伊的家世，偌尔互人怀念的往事啊！准讲是安尼，我和阿千嘛是伫咧交换眼神了后，继续点点仔猪摕出来，一直到盘仔见底。少女左眼芳像现实中的点心，半实哦，伊就是10出，就是头前5出算顶半场，后半场。第6出是虾饺，表皮是半透明的晶莹，是汤汤响。哦，这真正是迄个啥？若毋是拄则食饱，吼，读这个专食物的小说，可能真正就是读到腹肚枵啊！有遐侪人拢安尼讲，就讲千万毋通伫咧3更半暝读，啊若无你可能会怎冲出去买宵夜转来食。所以，金当当，晶莹剔透，金当当。第6出是虾饺，皮是金当当，口味是诚清爽，拄好会当像遐糋螺所带来迄种
规喙油腻咧，蛮侪胃应该是胃啦。拄好会当甲正路食伤多诶，迄种胃诶感觉，甲清除，油腻。油腻。油脂哦，这是啥？无油无鲜是无清淡，所以油落落，油汤汤，肥。正路食伤济，真正会感觉，我感觉应该可能是用胃吧，油木木，油辣辣，油火火。啊，若即个形容教授即个咧，油落落，是油落落，所以解胃，然后就讲应该是胃，食解胃。皮是金当当，气味阁真清爽，拄好会当解胃。半是点心的意思是中场小休一下。若准讲是伫咧酒楼，本岛的艺团通常是伫即个时阵表演传统的乐器。当然啦，这是无啦。也毋过，少女族有真知菜尾汤的配方，部分料理还袂等阮食完，就摕落来，就甲收去。迄个机制行为是非常的流畅，举止从容流畅，真知情就对啊，流畅。真顺，机制行为真流畅，困难无自然无流畅，一流水，贯穿骨髓，通透煞拍，练长。真顺，真平邦，所以部分料理无等阮食完就收落，机制行为是真顺，嘛差不多算是一门的技术。半中途送上烧脑的乌西莫里，互阮会当切手面。我趁浪芳头衔阿千，敢是正圆的缘故。阿千的表情变甲真柔和，袂输啥物物件伫咧我胸坎嘛，敢若扬起。就伫迄个一瞬间，少女左眼点点啊行来，甲乌西莫里收走，送上下半身的开鼻菜。第七出是汤卤。讲号做是咸卵四宝汤，汤料是猪肚、猪软骨、打柳鱼和腊肉。放肉，因为迄个放是较大粒啊，无确定伊是这用的料理是算
蚌还是蛤蟆？唔知影。迄个什么老蚌生珠，蚌是较大粒啦，蛤较细粒嘛，甚至敢会比蛤蟆较大粒。甚至我会记得有一种叫做啥参杯叶，啥米参蚌，台湾地蚌，台湾参蚌。因为即字照你读，伊是甲伊读做蚌啊。中庸教授，即有种什么象拔蚌，较大粒的就对，因为迄一大粒。那咸底咸仔，所以用咸，好啦咸，大流鱼咸，咸卵仁是主要咧调味的。汤卤的色水就是咸卵仁的浅黄色。原底了阵讲食起来会真死咸，想袂到一个入喙是香讲讲，佮甘醇，馥郁而甘醇。一直到即出甜咯，我才雄雄抓着。本身的手艺是遐尼自我控制，佮优雅，何等节制而优雅？何等节制而优雅？迄个忽略的迄种感冒的规个压制掉迄种感觉，自我控制。感谢你。打算今仔是要甲伊读完啦，节制、站站、节制、站站、收制、准站、准站，所以可能就是用准站咯。准站、站站，所以一直到即出甜咯，我才知觉到本身的手艺是不了准站，佮优雅，恍然领会。伊头前就咧讲，敢若什么那拢全由线路啥迄个安尼。恍然大悟，恍然。随了悟，一直到即出菜，我才随了悟。料理的滋味是非常的清幽，但是这真正是淡雅悠长萦绕，非常的清幽，但是气味佫互人真少年，调味含口感无甲一个重复。人客喙齿腹肚无另外的负担，也袂感觉到亚线。
1938年昭和13年春天来到南岛台湾，接受的款待料理算袂清，嘛无欠缺专门提供予内地人来享受的台湾料理。啊，若遐个台湾料理的滋味是真够，迄个姿态也拢是咧符合内地人的需要。打来的时阵，心肝底伫咧气嫌讲，这是咧省内地人的观光手路，但是本师煞一困头，就甲我记忆当中的每一届的酒楼食倒、烟落倒，我也不得不生出一种真奇妙的感慨。请曾经做过咖喱专餐，迄个时阵我也感觉到所谓的台湾料理的存在，但是迄种感受犹原真浅薄。一直到这个时阵，我才亲身体悟到，日本料理、西洋料理、支那料理，拢是自这几百年的技术。帝国上顶层的饮食之道，拢是累积百年的技艺和帝国上顶层的饮食道理。若是面对台湾，确确实实同款有遮尔有路形式，而且有家己风格、优雅一致的台湾料理，袂府想甲深，上岛的第八出菜是芳酥鸭。芳酥鸭是规只完整的鸭，少女左间摕大支的菜刀，一个反对鸭的脚趾片，大力刺落去，规只鸭就脆去，实在是真壮观。连骨带肉煎甲正酥，所以叫做芳酥鸭。用煲的趣味来讲，这出大菜颠倒袂输那点心，刷落来，刷接伫咧汤炉了后，凡是会当比做下半式的开皮蒸菜。则拄安尼想，第九出菜是什锦兼米糕卷。杂菜已经是杂菜吧？什锦应该是杂菜。当然，照味头我就讲有个什锦嘛，我是读什锦嘛，当然可能有人要读个别个音。什锦炒面嘛是啥物货嘛吼？什锦菜是杂菜面，迄是什锦菜杂菜。若逐项当中有诶是杂色，所以杂菜面、杂臭面，所以这应该是要甲伊讲做杂菜咯。因为这是咸米糕，伊是咸米糕，所以咸米糕，即马当然是有做啥物？有一出是红情米糕嘛，毋过伊即个可能反正就是以前去找出过去的文献，捌出现过的菜单嘛。所以捌出现过的菜单，伊就是可能杂菜面还是啥迄种。用什锦即个字词，敢若袂输足光啊，毋过其实就是真侪物件拢来斗做伙吼。所以讲，则拄安尼想出杂菜咸米糕卷，真正展现出主食有路的气势，就袂输那四水卷安尼，用豆皮卷米糕和各种的鸭料、高面粉落去油鼎试，用拄啊好的温度。煎起了，佮甲切车整做一块一块。人咧讲的杂菜，分别是甲咸鸭两仁、香菇肉丝和盐水末的米糕卷、菜头蚵仔丁、冬瓜丁，应该蚵仔切角还是角啊？蚵仔切角、冬瓜切角
含红葱头酥的米糕卷，以及使用真侪土豆粉、赤山含盐水的甜味的米糕卷，所以即个几落种有迄个咸鸭卵仁、香菇肉臊，这是甜味的，然后土豆粉、赤山含盐水的是甜味的安尼。咸的2/2，甜的1/3，咸的甜的，袂输拌入你身边的回圈哦，回圈会使安怎讲？无限回圈，伊就是咸的甜的，咸的甜的，你食甲规个，袂讲一条还是安怎？还是真趣味啊！细玲珑，袂输拌入去，袂输用牵入去细玲珑身边的细玲珑，互人脑海雄雄。有当阵出现过年的迄天暗时，我是甜的咸的，一喙煞一喙。我含阿千好烧去，甲好食米吞落腹肚。米糕卷拄吞落尔，第10出菜就送起来，是顺时大风。大风即个种无确定，迄个笋应该讲笋干，伊是笋干啦。笋干，伊即出菜敢有直接安尼讲，我毋知。干大风，有无种？伊迄是敢若可比讲什么苦瓜风，还是啥物货吧？应该是安尼。即种物件毋是介理解。好啦，笋干风好啊啦。咱甲杀去的猪肉角煮鲜辣的东坡肉，若总讲是咧本岛，福佬人是甲伊讲号做卤肉。若客家人是甲伊讲做红肉，我含阿千的眼光伫咧饭桌顶载一厝烧香。顶一摆食红肉是咧高雄，即摆需要请阿文师。顶一摆食红肉是伫咧高雄啊，即摆敢有需要请阿文师，甲你另外做一份卤肉饭？免，毕竟这是无相款啊。是啊，是无共款啦。酱汁滚了的猪肉非常柔软，脆皮食甲大脆，伫咧爆猪肉。我心肝底袂输有影伫咧滚甲，海水泡念的有念的无，起落的拢是影日仔的记忆。公底岛食饭，公岛食猪皮肉臊，对照Sukiyaki的大脆食的景象，就袂输伫咧眼前。我总算讲硬一支的猪肉去到阿千的盘里，阿千停几秒啊，也回敬我一支的猪肉。毋知是安怎，胸坎煞感觉杂酸涩，又搁串流过甜蜜的电流啦。共即个时间，我感觉腹肚内底妖怪得到从来毋捌有的满足。食饭饱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因为我含阿千已经食10人份的大菜，12出菜当中的10出菜式。但是我所讲的毋是分量，是滋味和情感交流的感动，是美伫咧腹肚深的小妖怪得到重视善待，总算会当透开即念的束缚，迄种自由和乐通的心情。原来我腹肚底的妖怪是曾经拄着流放到山野小庙的小千鹤子。所有的妖姬拢想要受到敬爱，我甲猪囥咧，就袂输上金甲头的重担放落。青山小姐无问题啦吼，敢是看出我的个意？阿千安尼小可咧问，腹肚饱到即种程度是真罕咧看啦。
刷落来应该是甜路无问题啦吼。咁甜路就会使。阿千讲，阿千噗一笑一个，我嘛对咧笑。是啊，巴肚底的妖怪嘛想讲要换一个口味啊。啊，佫真正想，啊，佫真正是想青山小姐会讲的话咯。啊，若阿千诶巴肚无问题啦吼。若准讲是甜路，我也无问题。果然是安尼，是嘛？准讲是无啉酒，巴肚饱到安尼程度嘛是互人茫茫。阿千就向我放啉坐咧，甲手摕伫咧喙皮。时间伫咧过，现主时煞敢若点睛落来，阮就轻声细细伫咧讲，后一出毋知是啥，无论是啥，想起来应该是拢是诚好食，一定是安尼嘛？是啊是啊，较想影，照所想的，剩的2出拢是甜路。第11出菜是黑做龙眼干，蓝做鸭，糊糯米粉糍的丸仔。第12出菜是土豆仁、木耳金耳吼，银耳。第12出菜是土豆仁、银耳、龙眼干的甜汤。这是迄种的吧？宴什么会吧？吼，甜汤一个入喉，烧落烫过巴肚，是深深的甜蜜。办到用这来做收尾，是无可能搁较圆满的结局啊！我和阿千袂输是同时间发出小小的吐气声。甜路毋是用甘蔗糖做底，是用冬瓜糖。袂输那几个日前的南国之南，冬瓜糖、冬瓜茶的滋味。因为食饭饱的小可茫茫，也是因为甜汤内底冬瓜茶的气味呢？我看阿千嘛咧看我，阿千的表情柔软甲袂输那南国府城迄个时阵，目睭内的眼光袂输那铁桥架的河川的光景。青山小姐，我伫遮。本岛人的过年暝，就是伫即个礼拜六。我曾经也想讲要为你煮一出新年的料理，或者豆面。迄是甲各种年菜的部分材料，或者是直接用年菜的菜尾，加入厚厚的番薯粉加酱，要牵见就对啊。伫烧鼎内底一直拉，最后就苦苦一丸做半透明的糕仔丸，这是泉州人的年菜。意思是讲要将众人集做一团的好结调的菜式。豆面会当简单，嘛会当车花用海产、猪肉、菜丝和高汤。但是无论是简单的也是车花的，和青山小姐做伙食豆面的迄个新年，一定是真乐重又搁快乐的新年啦。阿先讲曾经是即马拍算无要做晓，是我袂输是伫咧甜粿内底步到沙啊，不得感觉到一寡疼，还是腻歪。阿先煞规面平静。你曾经有了解过台南伫高等女学校迄个时阵的代志？台直同学正做陈同学的保护者，为怎样陈同学煞表现出反抗的行为呢？虽然讲无明白即个时阵提起台直和正常的用意，但是我也无搁追问落去，只是轻轻海头。阿千我举一下喙角，阿千向我看一下，嘴仔翘翘，是一个弯弯甜美的激笑。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想啦。凡是是因为台直同学从来也毋捌问过陈同学，伊本人敢有要受到即种的保护？
伫咧三角花树骹暗雨，三角花会落花。行路的时阵，帮伊遮查插目的日头光，袂输那荷花书写即种模样。但是这是丹东尔其他犹太吗？敢是？这敢是丹东尔其他犹太啊？伫咧内地人多数的女学校内底，丹东尔的处境，凡是会因为安尼搁较艰难吧？也毋过丹东尔恐惊是完全毋知影。我认为丹东尔的反抗的行为，是要针对台直东二的错误表达抗议啦。点点无话讲，其实是相款的代志啦。啊，这你是咧讲？是啊，你的品格高尚、善良体贴。是啦，你是品格高尚、善良体贴的青山小姐，是愿意为我背心背白的青山小姐。拄好因为是你，绝对无可能互我困左间房，会为着别人看低我的身份来生气的青山小姐。所以我是要安怎互你理解呢？我是要安怎来说明，才袂看起来又搁贪恋你的平等对待，又搁抗议你的温柔对待、温柔善待，袂输那无理取闹的囡仔。其实我和丹东儿是相款的，只是安尼尔尔。因为温柔的青山小姐从来也毋捌问过我敢真正想要爱即种保护。我袂输去互雷敲着，敢若会使嘴仔开开，目睭瞪大蕊，无知着创啥。阿千就再一次激笑起来。即个世间无甲，即个世间袂阁有亲像青山小姐安尼会当珍惜我的人啊！对我来讲，你是独一无二特别的人，这确实是千真万确，袂改变的代志。但是因为时间的转变，和青山小姐愈来愈晚近，那安尼落去，咱会当拍开心胸，成做互相重要的人吧。但是我为着这却感觉着惊吓，因为青山小姐想要疼惜的人，是一个需要你来保护关卡的本岛的统一。但是迄并毋是真正的王千鹤啊，迄毋是我本人哦。所以讲，青山千鹤子和王千鹤，敢会当讲是朋友呢？就敢若你所知，最后我做出傲慢的判断，认为我和青山小姐保持工作关系是上理想的状态。内心的感情前后跌宕，应该是剧烈的迄个波动效，前后跌宕，高潮跌宕，跌宕不已。我记得是大变化。大变化吧，我咧想。跌宕。性格无伤激素，是咧倒的，所以是悬悬低低，心情。安尼悬悬低低，和阿千传达来的消息，若海用伫咧甲，致使我的头壳袂输是歹去的拍字机，完全无得运转。我喙开开想要讲话，说一句话就讲袂出来。就伫即个时阵，少女左间芳上2小碗的菜尾汤，真正是掌握规个办道节奏，佫会晓，佫目识真来的少女左间，找到时机就送上最后一出料理。但是我袂输跋入去卓别林的喜剧电影，一个人伫咧和正人完全无相款，嘛无才调交通的悲惨世界，戆影的情绪暗藏我的想法，敢若会当深深感受到即个情景未免伤坎坷。阿千还佫咧对我笑。会当和你做伙享受今仔日的料理，我真满足。我完全毋知我是用啥物表情来看阿千。
阿千伸手压一个我的手，我也甲压倒转去，就袂输过年暝要翻点迄个时阵。但是也因为迄个深暝，阿千锁定动我的手，甲压做伙双手亮开。青山小姐，这是我最后一届和你做伙食饭。高田夫人兄，我已经正式家洗头路啊，请你千万唔通挂念。这嘛是真正一种完全无相款的情感票。当然啦，这是咧讲温柔啊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毋是真真正正需要你来。你讲假好水是无遐严重啦，啊，毋过总是有一寡无共款吧，我毋知。啊，当然啦，小说是小说，也毋过有咧讲用虚拟的故事讲真实的代志安尼，大概是安尼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台湾漫游录第9出册嘛，读到这读煞。感谢收听，谢谢，拜拜，再会。